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睇紫靈星語 channel，又係我 Steven 啊。之前喺唔同嘅影片都承諾過，會製作一啲另類嘅玄學節目，去分享一啲玄學知識俾大家。嚟緊全新節目、全新系列即將推出，當中會有不同嘅玄學風水資訊、教學影片、風俗文化分享，甚至一啲家居風水小佈局、個人真運小貼士、靈異同奇幻特輯，都會一一製作同大家分享嘅。咁今集第一集個主題到底係乜嘢呢？嚟緊2026年丙午年，梗係要講下12生肖來年運勢啦。我將會一連12集，簡單同大家分享一下12生肖嘅運勢。今集第一集，梗係要講下屬鼠嘅朋友先啦。屬鼠嘅朋友嚟緊來年地支相沖，各方面運勢都會轉差，切記一個字要忍，運氣指數呢係1粒星。至於愛情方面，感情容易出現唔穩定，與伴侶嘅關係呢容易出現裂縫。如果冇伴侶嘅話呢，容易同對方呢產生爭執，嘗試多一啲包容，重視對方感受。喺工作運方面，事業容易出現危機，上司嘅要求呢可能會超出你可接受嘅範圍，但有時過於直接嘅拒絕呢可能會出現嚴重嘅後果。有時適當地拒絕對方嘅要求呢可能會令自己更加輕鬆㗎。而喺財運方面，來年會有破財，特別喺立秋之前，超出預期嘅意外呢導致金錢上有損失，學習一下做好風險管理，特別係三思而行啊。最後係健康啦，健康方面呢會有損，不良嘅習慣會令身體加重負荷，多啲注意生活細節，避免壓力過大呢影響健康。守命星呢係紫微星，幸運數字係9，幸運顏色係淺紫色，幸運植物呢就係紫羅蘭啦。今集就去到呢度。大家如果覺得我條片有用，都係嗰一句，記得 comment、like、subscribe 即係 COS 我嘅 channel。另外就係撳個叮叮鐘，咁就可以收到 channel 最新資訊噶啦嘛。而最後呢，就係幫手，覺得我條片有用，share 俾啲朋友支持一下啦。下集再見，拜拜。